咱台中市第4、第5、甲第6选区的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起稿，今仔日嘛是投票进程上尾一个礼拜。台中市罢免南委的团体发起游行，放进帮要造势催票。二大罢免最后第6天，台中市罢免国民党立委的团体20下晡发起大台中我同意游行，几啊千人提旗仔对市民广场行到北区元宝宫。同一天也是台中市4、5、6、3个选区的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，早起由第4选区首先举行。连建林、吴兴如认为廖伟雄若有礼仪廉耻，应该爱随时执。廖伟翔，如果你还记得什么叫做礼义廉耻，就请你应该知所进退。不过廖伟雄的反击，加顾严武的廉耻，对课纲内底删掉就是民进党。把顾炎武的廉耻从课纲删掉的，就是民进党。这个到现在社会上还有非常多的家长非常的反对啊。20下晡是第6选区罢免说明会，罢免林建林、林景明判评出席，伊批评罗廷伟受恶法顶官威。罗廷伟自从进入立法院后，他通过一项又一项的掏空国家法案。我们清楚明白一件事情：民主不是4年投一次票就结束。也罗廷伟是强调，民进党发起恶霸，也一直对伊做牙挖恶。我们看到民进党用国家的机器追杀我们，民进党用人民的纳税钱追杀我们，民进党用司法在追杀我们。另外，第5选区罢免说明会是20暗时7点进行。迄个大罢免游行到元宝宫了后，由民主大市集，音乐会这活动继续到暗时。罢免投票进行的这礼拜，大家拢用尽全力来做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